主后2025年1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开欠上帝的荣耀。圣经做伙来听读利未记第5章14节到第6章第7节。上主阁命令摩西颁布以下这个条例：若有人毋是超故意，无献应该献予上主的祭物，抵到犯罪，着对羊群中奉献一只无瑕疵的绵羊犅，也是根据圣所的公称，献甲迄只羊同款价值的银做赔罪祭。搁因为伊伫要献予上主的祭物犯罪，着加1/5交予祭司补伊的过失，祭司着用赔罪祭的绵羊犅替伊赎罪，伊就得到赦免。若有人无意中犯罪，违反任何一项上主所命令袂用得做的事，伊虽然毋知嘛有做，就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伊着照圣所的规定，对羊群中取一只无瑕疵的绵羊犅来，交予祭司做赔罪祭。因为伊无意中犯罪，祭司着替伊赎罪，伊就得到赦免。这是赔罪祭，因为伊有违反上主的命令。上主阁命令摩西颁布以下这个条例：若有人犯罪得罪上主，无论伫同胞寄物件，也是抵押物件的事无守信用，也是抢人的财物，也是欺压同胞，也是捡到物件骗人，搁就抓讲是伊的，人若有做任何一项这个事，伊就有罪。伊既然犯着顶面这个罪，就着将所抢的、欺压得到的、人寄伊的、捡到的、白贼就抓得到的，全部还人，另外搁加1/5。伫互人查出伊有过失的日，着还原来的主人。伊嘛着对羊群中取一只无瑕疵的绵羊犅，也是照圣所的公称，估价羊的价值，交予祭司做赔罪祭献予上主。祭司着伫上主的面前替伊赎罪，伊所做任何一项过失，拢会得到赦免。亏欠上帝的荣耀，做这个字眼伫现代教会的讲道信息中并无讨喜，因为做往往互人直觉是触犯律法，也是道德不良的行为。对一个自认为行为良好的人谈做，真好受认同，因为伊袂感觉家己是有罪的人。基督信仰讲的罪，和现代法律的定义无同，是指远离上帝的目标，就亲像射手用箭靶射箭，却射袂着靶心。利未记的条例提醒以色列人爱对罪敏感，才会当甲上帝保持合宜的关系。利未记第5章14节到第6章第7节讲到的赔罪祭，和赎罪祭同款，也是摩西的律法中规定必须献的祭，毋是人自愿献的祭。当人无意中对上帝也是人无尽本分，甚至互上帝也是人受亏损，必须照规定献祭，安尼就得到赦免。赔罪祭主要是针对失信，失信是违背名约的形容，也是冒犯上帝的行为设的。赔罪祭的特色是，除了爱向上帝献祭，也必须伫献祭之前向人赔偿。受害者的损失通常拢是通计算的。冒犯人的人除了爱全部
规行，也要搁加上20%。罪恶有属灵方面甲社会方面的相同意义。换句话讲，犯罪不但会影响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也会影响人甲人的关系。因为安尼陪做者是要弥补对上帝的亏欠，以及对人的亏欠。每种犯罪冒犯上帝，未必和伦理道德有关。利未记提醒以色列人，当自觉犯罪，却毋知犯甚物罪的时，拢爱到上帝面前献祭。现代人检采感觉对罪遮尔敏感，安尼减袂伤辛苦。质疑安尼的信仰减袂变成另外一种枷锁。其实这是引带以色列人诚侪上帝子民看重利益关系的重要关键。不过，以色列人哪像轻忽这一点，直到往后的历史中，通看到做阻隔因甲上帝的关系。保罗伫罗马书第3章23节讲到，人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。伊认为，当人失去上帝创造的时，迄属于伊的美好形象甲特质，人就落入罪的中间。可惜，人对家己亏欠上帝荣耀的罪行，往往失去罪耻感，甚至对真侪罪袂感觉有错，反倒当认为是理所当然。罪隔绝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也破坏人甲人的和好，致使世界充斥散车甲无公义，不断发生战争甲冲突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出名的将军巴顿伊捌讲过，这世界祈祷人应该搁较济过相战的人。假使这个世界哪来哪歹，肯定是相战的人较济伫祈祷的人。安尼的反省值得咱深思。默想，用一点仔时间思想，今仔日伫倒一寡代志顶面亏欠上帝的荣耀。用一点仔时间思想，今仔日伫倒一寡代志顶面亏欠上帝的荣耀。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向世间人展现你的疼，互人无搁再受罪的辖制，通得甲你和好。主啊，当我掠做家己无需要你的时阵，求你互我看见家己的骄傲，赦免我的无知，互我会当回转归向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